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4月1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6篇，雅歌书第8章第6节到第7节，约翰福音第20章11节到2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显现，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掠、受判刑、受定、埋葬，伊的门徒真失望，甚至因感觉到绝望，所以呢，一个离开灭掉的，足惊去互人连累着。因为呢，因所军队的主、因的王、因的老师、因的愿望已经消失了，火已经去互人拍花去啊！也亲像耶稣基督断开的时阵，迄阵是下晡时啊，但是天忽然间就暗落来，因的性命好亲像无搁再有光。迄是因为门徒因完全袂记得耶稣基督的预言讲3日后将要去告我的代志。颠倒迄位判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却想要用洗手来脱离责任的彼拉多，会记得耶稣所讲的话。因此，彼拉多伫耶稣的墓门口来放一粒大石头，并且派兵丁来固守，以免耶稣基督的军队者来将伊的身尸来偷走。就安尼，门徒、军队者就搁较绝望啊。约翰福音20章的记载讲，玛利亚还搁徛伫坟墓外面咧哭的时阵，伊一面哭一面探头这个墓内底看见两个穿白衫的天使坐伫原来安放耶稣身躯的所在，一个头这边，一个伫骹迄边。因问玛利亚讲：“有人啊，你为什么哭呢？”伊回答：“因将阮的主赶走，我毋知因甲伊放伫倒位。”讲这个话，玛利亚就活转身看耶稣徛伫遐，但是伊还毋知迄就是耶稣。耶稣就问伊讲：“妇人人啊，你为什么哭呢？你咧找什么人？”玛利亚掠做伊是管园仔的人，所以就对伊讲：“先生啊，如果是你将伊赶走，请你甲我讲。请你甲我讲你甲伊放伫倒位，我通好甲伊赶倒转来。”这群妇人人伫哀伤绝望的时阵，根本就袂记得耶稣基督有言搁活这项事。因甲彼拉多同款，认为有人赶走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是上帝的权柄能力，并毋是迄块石头会通挡得掉的，搁较毋是死亡会通赢过。就算是耶稣基督死啊，被埋葬伫迄个石头封条的墓穴的中间，耶稣基督悠然照着预言来搁活。不但是伊的身躯无看见，伊搁较济摆来妇人人、门徒、军队者来显现。身躯顶有清澈的分热，会通食物件的肉身，却超越着石头的限制，赢过死亡的权柄。伊的显现代表济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当然是印证先知以及耶稣基督
家己的有言，伊伫3日内就要过活。然后咱看到的是文图的心，搁一摆去互人点倒起来，再度的火热起来。那亲像雅歌书第8章的经文所讲的，愿你的心就往我来拍开，愿你的手骨就有来抱我。爱情甲死同款的坚强，恋情甲阴间同款的稳固。伊爆出火焰，亲像烈火同款的烧，水无会拍化的爱情，大水也无法度淹没。若有人想要用财富来换爱情，伊必定会至到去互人轻视。上帝对世间人的听是无法度互人拍化吼。来接受救恩的人，信心也袂去互大水来淹没，热情也袂去互人拍化。耶稣基督显现，佮更加带来这个大火一般的信心的醒悟。伫失望的中间的玛利亚，亲像无有听到耶稣基督对伊所讲的话。后来，耶稣基督就直接来对伊讲话，伊才亲像伫梦中醒起来。圣经讲，耶稣叫伊玛利亚，玛利亚活转身用希伯来话讲拉波尼，意思就是讲老师啊。耶稣讲，你毋通甲我丢掉的，因为我还袂去到我的爸遐去。你去我的兄弟遐，甲因讲，我要去见我的老爸，也就是恁的老爸；去见我的上帝，也就是恁的上帝。安尼，历代列的玛利亚就去甲门徒讲已经看见主啊，又搁传达主对伊所讲的话。莫达列的玛利亚除了惊吓以外，更较是欢喜，走去甲门徒宣布主耶稣过活的事，并且传达耶稣基督所甲伊讲的话。耶稣显现，除了是有言实践以外，还佫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坚定门徒的信心。就亲像约翰福音16章第1节的经文所讲的，耶稣基督为了要互因的信心袂至到摇动，另外佫较重要的目的，就是将平安赏赐互需要的人。亲像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14章27节到28节所讲的话：“我留着平安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互恁。我所要互恁的，甲世间人所互恁的无同。恁的心里莫烦恼，也毋通惊吓。恁听见我所讲的，我去，还佫要倒转来。恁若听我，就会因为我转去到我的爸遐去来欢喜，因为伊比我较大。”如果亲像耶稣基督门徒显现的时，嘛安尼对门徒讲，圣经的记载，第礼拜日的阴暗，耶稣的门徒自集做一伙，门暗暗来关咧，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迄个时，耶稣显现，徛伫因的中间讲：“愿恁平安。”讲到这个话，伊将家己的手甲立平来互因看。门徒看见主就非常的欢喜。有一首囡仔的诗歌：“你心有问吗？”歌词是安尼讲：“你心有问吗？无，你心有问吗？无。苦难来临时，
就靠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就有平安。你的心有问吗？无。歌词非常简单，却传达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就是咱靠着搁活搁显现的主耶稣基督，就无搁再有苦难，心里就有平安。这是上帝互咱世间人，互咱相信伊的人上大的祝福，敢毋是？诗篇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要对上帝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限制，嘛毋敬拜因的生命。上帝，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固守我印日的份业，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是真好。我要称赞嘉是我的上主，你是我的心指点我不时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伊伫我的正边，我袂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自在，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府，嘛袂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去深渊。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感谢主为着阮的过错来牺牲，诚做献祭，为着世间人受定死来告我。如今透过圣神保惠师，也永远显现，诚做阮的保守。感谢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